主后2024年8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你有啥物予囡仔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12章第1节到16节。罗波安的王国一个稳固强盛，伊就弃杀上主的律法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嘛拢缀伊。罗波安王第5年，埃及王示撒就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。示撒有战车1200台，马兵6万，佮带利比亚人、苏基人、古实人对埃及城内人坐甲算袂了。伊攻取犹大坚固的城，来到耶路撒冷。迄时，犹大的领袖因为示撒的缘故，伫耶路撒冷聚集。先知示玛雅来见罗波安甲遐个领袖，对因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弃杀我，所以我弃杀恁，将恁交伫示撒的手。以色列遐个领袖甲王就谦卑认罪，讲上主是公义。上主看见因家己谦卑，上主的话临到示玛雅讲：因既然谦卑认罪，我无要糟灭因，要互因暂时得到解救。我无要通过示撒的手，将我的受气摒落伫耶路撒冷。毋过，因会做示撒的奴仆，互因知，服侍我甲服侍地上列国有啥物无相像。对安尼，埃及王示撒就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宝物拢抢去，佮抢所罗门所做遐个金的盾牌。罗波安王做铜的盾牌，代替遐个金的盾牌，交予顾王宫大门的侍卫长固守。王特别入上主的殿，侍卫就举遐个盾牌，后来佫带倒转去下伫侍卫室。王家己谦卑的时，上主就无搁受气，无完全甲伊糟灭。犹大的情形嘛有改善。罗波安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加强伊的统治。罗波安在位的时41岁。伊伫耶路撒冷做王17年。耶路撒冷是上主对以色列整支族中竞选互人来敬拜伊的城。罗波安的老母叫做拿玛，是阿门人。罗波安做社会事，伊无坚决寻求上主。罗波安的事迹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先知示玛雅甲先见益多的言行录。罗波安甲耶罗波安常常交战。罗波安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大别城，伊的囝阿比雅续接伊做王。你有啥物予囡仔？历代志下卷12章记载埃及王示撒率兵前来攻打耶路撒冷。罗波安在位的期间，捌大动作收着15座的堡垒，毋过犹原难得示撒的军队。犹大的领袖为着逃避示撒，拢来到耶路撒冷。眼见埃及军队逼近耶路撒冷，先知示玛雅去见罗波安王和犹大的领袖，带来上主的话，指出示撒来袭是因为罗波安和人民离弃上主的法律，这就亲像羊群远离牧者，
真容易就会落入野兽的扰艺。示撒是埃及第22王朝的建造者。当伊在位期间，要到处进犯以色列和犹大，佮将伊的标兵战功刻点伫埃及卡纳克神庙头前的石条顶面。这个条顶标明示撒要建成的城市，但是耶路撒冷城的名却无伫迄顶面。原来，当先知西玛雅带来上主的提醒，犹大王罗波安随时谦卑家己，顺坦上主。因为安尼，示撒虽然甲圣殿和王宫所有的宝物拢夺走，却无进一步攻占耶路撒冷。原本所罗门王制作的金盾牌也互示撒抢夺去，罗波安只好用铜盾牌来代替。因为担心搁受抢夺，所以只有王前来圣殿的时，守卫才会甲这个铜盾牌摕出来。想袂到，所罗门留互后代的宝物，因为罗波安和人民离弃上主的律法，短短5年之内，就互埃及王示撒夺走去。伫休袂牢的信仰册中探讨，教会为虾米不断失去少年人，搁着安怎将信仰传承予下一代？有一项研究指出，囡仔无法度承接父母信仰的原因，在伫儿女对父母提出对信仰质疑的时，父母认为这个信仰是毋对的，甚至认为这个信仰是一种罪。有一寡青少年因为疑惑和挣扎无得到解答甲协助，就选择离开信仰。总是父母哪会当互囡仔伫一个充满安全、疼和肯定的环境中，提出对信仰的质疑，就有机会帮助因建立扎实的信仰。换一句话，遐个愿意甲囡仔谈论自身信仰怀疑的父母，反倒会当有效帮助囡仔的信仰得到建立。就伫埃及王示撒进攻耶路撒冷进前，罗波安甲犹大的领袖选择回转归向上主，承认家己犯罪。因为罗波安谦卑顺坦上主，所以上主转消愤怒，并无彻底甲因消灭。犹大的情形就处于安定。所罗门留落来的财宝，无甲5年，就因为罗波安离弃上主，受抢夺了。俗语讲，好嘢袂过3代。以前的人留落来的财富，后代若毋知影珍惜，真紧就会算断了。唯无法度受抢走的，是谦卑追求上主的信仰。默想，我会当为囡仔做一寡啥物，通好，互因会当伫一个受理解、被疼、甲被珍惜的世界中成长。我会当为着囡仔做一寡啥物，通好，互因会当伫一个受理解、被疼、甲被珍惜的世界中成长。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我相信你是会当互危机化作转机的主，求你帮助我，陪伴身边的少年人，伫因面临信仰危机的时，会当有智慧引带因，透过谦卑追求你，同齐经历有你同在的平安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